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国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叹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尽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昧，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2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育
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代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譬第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星星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即静态即动黄即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e://lcc_lcc-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劫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救六子七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番，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3山托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在3山托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期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又